去深圳一定要試下呢間平民串燒燒烤，叫到成台都係，人均竟然都只係90幾蚊，仲有咁大杯生啤，居然都只係9蚊一杯，平過香港勁多。但係最有驚喜嘅，反而係呢隻新出嘅燒雞，啱啱燒好就拎上台，隻雞真係 juicy 到爆炸，仲要連雞皮都係燒到脆波波，真係超級好食。餐廳招牌仲有呢個熱辣辣包漿豆腐，加咗大量秘製醬汁同辣粉，相當之惹味。餐廳亦都新出咗唔辣嘅口味，包汁爆漿豆腐，每嚿豆腐都吸晒熬製咗5-6個鐘嘅濃郁包汁。仲有食呢款勁大串串燒嗰時，一定要小心啲，咬開會爆大量拉絲芝士出嚟，好容易就俾啲芝士辣親。食緊呢串嗰時就好似成條叉燒咁懟入口，真係勁爽。其他海鮮都唔錯，例如海膽原貝芝士撈飯，原貝夠鮮甜之餘，同樣做到拉絲效果。仲有鮮有蝦滑串燒，入面塞爆咗蝦滑都好正。仲有每次嚟都一定會叫翻煲養顏鮮蝦花膠雞粥，啲蝦肉真係多到好似唔使錢咁，基本上成煲都係配料，所以個粥都特別好食。佢哋喺深圳都幾多分店，網上會揾到團購套餐比較平。如果需要網址，都可以留言 PM 我直接 send 俾你。啱晒中意食串燒燒烤嘅朋友，你哋有試過未呢？